身邊有啲人成日去旅行去買嘢，但偏偏越嚟越有錢。但有啲人日慳夜慳，連食個飯加2蚊嘢飲都唔捨得啊！你可能跌入咗窮人思維嘅陷阱。其實錢係一種能量，當你成日都帶住恐懼同埋罪惡感去用錢，你散發出嚟嘅磁場就係我好窮，我唔夠錢用。咁錢又點會流向你呢？真正嘅富人思維係咩？就係我知道錢使咗係可以揾得翻嘅。你慳錢極限慳嘅就係你份人工，但你思維創造嘅價值回報係無上限嘅。當你將適當嘅錢攞去上堂進修，你個腦升級咗，你個人變得更有價值。而我自己每一年都會報讀1至2個課程去自我增值。最後亦都係最重要嘅一點，就係記得使錢嘅時候要學懂感恩。下次你交租、交電費，甚至乎買咖啡嗰陣，試下心入邊同自己講：多謝呢筆錢，令到我有一個好舒服嘅地方可以住；多謝呢筆錢，令到我飲到杯咖啡，令到我今日做嘅工作更有動力。當你成日帶住感恩嘅心，你嘅能量同埋頻率自然都會提升，好運同埋機會自然就會發生喺你身上。